體驗換乘戀愛拍攝咧係一個咩感覺？澳韓夫婦雲大約會日常 ，Let's go！ 位於雲大大街上高端又親民嘅烤肉店，如果想一次過食到豬肉同埋一家家韓樓，可以嚟呢一間空身純肉，名字嚟自於老闆 High Money 住過嘅地方，因此咧想呈現韓國人地道式食法，喺拌菜方面咧都別有用心。我個人最中意嘅食法咧就係點鹽或者紫菜加魚卵加芝麻油，而社長最中意嘅食法咧就係基本韓式食法菜包肉。大家食烤肉嘅時候咧都可以參考一下。烤肉店嚟講咧環境相對舒適，而職員咧仲會幫忙燒。最好食嘅韓式烤肉咧就係肉店職員幫忙燒嘅烤肉。另外我哋仲點咗蒸蛋、冷麵同埋生牛肉。烤肉同埋冷麵一齊食咧，冷熱口感嘅交匯咧係我嚟咗韓國最中意嘅食法，推薦俾大家。食飽之後就去玩咯。大家會好奇韓國人情侶約會都做啲咩？今次我哋嚟到423355 Center， 一個體驗型嘅心理展覽同埋互動空間，主打透過各種心理測驗、互動裝置體驗嘅方式，探索自我內心同埋人際關係。而我主要咧就係見到呢一個畫面嚟嘅，換乘中毒者無誤。成個過程咧大概1個鐘多啲，當中會透過唔同嘅問題同埋互動等，除咗可以了解對方、雙方關係等，通過心靈嘅房間將時間留俾自己，仲可以更加了解自我。結束之後咧會獲得一份紙本回饋說明，足足有5張紙，超詳細，推薦俾識韓文同埋同我哋一樣嘅異國在韓情侶。食飽玩滿咧，cafe梗係必須噶啦。終於嚟咗竹林中嘅咖啡館清水堂，以日式庭園風格為主題。進入之後咧，即刻可以感受到一份寧靜。店內咖啡選擇咧只有石滴咖啡、抹茶系列咧都係必食。成間店設計佈置咧超用心講究，感覺進入店裏面之後咧，好似去咗另一個空間咁。尤其是係2樓室外嘅流水聲，俾人不自覺嘅一份療愈感。想要全部嘅資訊，留言加1，整理全部發俾你。分享儲存同加入行程，追蹤我一齊地道式玩韓國。下次見，下咩拜喲。